Hello， 你好，今日介紹一個我哋公司嘅新嘅手動輪椅啦，佢叫 Icon 35LX 嘅，咁佢整體重量啦，大概有8.2公斤啦。佢收納咗之後咧，將隻腳插埋咗嘅話咧，就會大概有27 cm 左右嘅整長度，係啦。咁佢嘅腳踏啦，採用可擦式設計啦。好，我哋而家擺翻落去先，開車。你見到佢嘅坐墊咧，都係會比較舒適啲嘅，有個軟墊喺度啦。咁佢嘅手柄嘅設計係咩咧？佢手柄設計係比較長身啲啦，用人體工學嘅設計，咁會比較更加容易方便去借力起身嘅。咁佢手柄係可以調校高度嘅，係啦，調校到適合嘅高度啦，你又放手，咁佢就會定咗位嘅啦。好，咁呢度佢剎車位啦，好簡單。喐嘅時候撳呢個就會剎到車啦。如果想固定架車，就將紅色呢個位剔入去，咁就可以固定到成架車嘅啦。咁喺呢兩個位咧，係放俾照顧者啦、推嘅人士啦，去借力上斜路啊，或者上啲薄嘅地方啦。跟住佢嘅車轆啦，係4個車轆都沿用呢個實心胎嘅設計嘅。好，而家示範收車。非常之簡單，咁佢後面呢啲袋啦，佢可以有個小袋仔啦，可以俾你裝嘢啦，同埋呢個背脊套啊，同埋個坐墊都可以拆出嚟，簡單清洗嘅。好，跟住呢度再將佢屈落嚟啦，撳實個掣，翻落嚟，將隻腳插翻出嚟，咁就為之最細嘅收納方式啦。咁就大概27 cm 左右。